匯豐窩輪牛熊證每日焦點，由匯豐認股證及牛熊證提供。各位早晨，港股上週五啦，因為救市憧憬落空啊，恒指要回調翻去250天線之下㗎。成個星期咧，恒生指數咧係微升200點左右。歐美股市咧大幅上升啊。如果今日咧睇好大市嘅話，可以留意翻呢個恒指嘅認購證，作睇好嘅部署㗎。睇好可以留意翻19365恒指嘅認購證19365，行使價19888點，今年12月到期，提供約10倍嘅實際槓桿。如果今日真係高開咗，想睇淡嘅朋友啦，可以留意翻呢個恒指嘅認沽證㗎，認沽證號碼17397恒指認沽證，行使價19600點，提供約13倍嘅實際槓桿，今年9月到期，屬於咧短期高槓桿嘅選擇。睇翻 A 股表現咧，仍然係落後㗎。上證綜指咧上星期低見2100點呢個位置，為3年嚟嘅新低嘅。如果咧想喺呢個位置咧搏反彈嘅投資者，可以留意翻呢個 A 中嘅牛證，牛證焦點號碼有62527，成交比較活躍㗎。收回價9個1毫8，咁適合中長線睇好嘅部署。明年2月先到期，提供約10倍嘅實際槓桿。港交所咧今個星期將會公布業績㗎啦。而家嘗試翻50天線嘅阻力位，市場預期咧，如果港交所股價咧喺成交配合之下咧突破50天線，下一個阻力位咧將會係113蚊呢個位置㗎。睇好嘅話，可以留意翻港交所認購證號碼15123，15123港交認購證，行使價120個9毫8，提供約11倍嘅實際槓桿。匯豐窩輪牛熊證每日焦點，由匯豐認股證及牛熊證提供。匯豐領導地位，論證可靠之選。